嗱，講到世界盃嘅參賽球隊咧，而家啲服裝咧美輪美奐啦嚇。咁大家又知唔知咧？真係喺上個世紀嘅時候咧，最初期咧嗰啲服裝都幾臃腫、幾漏爆下㗎嚇。係傳聞當中咧，喺1950年咧，英格蘭咧係對美國嘅賽事當中咧，守門員咧做咗個創舉喎，係英格蘭嘅守門員啊，威廉斯啊做咗個創舉啊。係咩創舉咧？佢着條牛仔褲嚟比賽喎。哇，真唔真啊？嗱，呢個咧就有待證實啦。不過傳聞就咁傳啦。點解佢要着條牛仔褲咧？原來就話咧，因為頭先我講過啦嚇，當時嗰個球員嘅服飾咧比較漏爆啊，天氣又比較熱啊，咁佢哋當時咧着嗰啲龍門褲咧都幾論盡下㗎嚇。咁所以佢又靈機一觸啦，咦？不如我着條涼快啲嘅褲啦，咁啊揀一條咧係藍色嘅牛仔褲啊上陣喎嚇。咁啊唔知係咪受條牛仔褲影響啦？咁啊最終英格蘭咧係輸0-1喎，竟然係英格蘭輸俾美國啊！你話會唔會係條牛仔褲類似咧嚇？